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學會》。又到嚟民主我來教大家做料理嘅時間咧，我來做兩個客家嘅時溫時炒地圖嘅豬蔥炒薑絲。講到這個薑絲炒大腸呢，當然要來先認識這個豬腸。豬腸呢，其實也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第一個客家詞，就是豬蔥。豬蔥。另外，既然是薑絲炒大腸，就要認識這個薑嘍。薑的客家話呢，就是薑媽，薑媽。接下來看我怎麼樣把它們兩個 mix 起來。豬腸呢，其實它前置作業需要非常多的工，把它清洗乾淨。所以呢，這也是我們今天要學到的客家話，就是清洗豬腸很費工。客家話的講法呢，就是叫做洗豬腸來凍豆腐。洗豬蔥來凍豆腐。今天呢，就要請你們品嘗我們這個客家經典菜色薑絲炒大腸，來吃吃看。其實不好咬，對不對？因為呢，其實我們會說它為客家口香糖，他們就是喜歡那種越咬那個酸味啊跑出來，越吃越有趣的菜色。但是你們在教的同時，我順便教你們講一個客家的單字，客家的詞，就是這個豬腸。豬腸客家話講法就是叫做豬蔥。豬蔥，豬蔥，薑的客家話講法呢，就是薑媽，薑媽，沒錯。薑媽，哎，你們都學得很快耶，該不會是老師吧？不是，你教得非常好。謝謝。所以你們今天學到2個客家的詞，還品嘗到客家菜，希望你們會喜歡。喜歡，謝謝。謝謝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我們今天呢又學到一道經典客家名菜，就是薑絲炒大腸。有沒有感覺光是念這幾個字啊，嘴巴裡面就開始分泌唾液，那種又酸又有嚼勁的感覺哦，真的超過癮的。當然嘍，我們要來一起學習新的客家詞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呢，就是薑，薑媽，薑媽。第二個呢就是豬腸，豬蔥，豬蔥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一整句話哦。來看到這句話就是清洗豬腸很費工，洗豬蔥來凍豆腐，洗豬蔥來凍豆腐。有學會了嗎？下一次也 DIY 來做做看吧。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